U Star 其實即係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 campaign。其實佢係發掘緊一班即係大學生，佢哋除咗讀書功課以外嘅一啲潛在嘅一啲嘅才華啦。因為有時除咗學業之外，我諗佢哋自己每個人有自己嘅獨特嘅一啲氣質啊，或者才華，需要一啲透過一啲比賽，透過一啲演出嘅時間去將自己嘅才華知道自己其實係適合或者屬於邊一方面去發展啦。U Star 呢個比賽裏邊咧，我首先會留意佢哋有冇好好地做自己準備功夫而去參加呢個比賽啦。咁去到比賽嘅時候，佢哋係咪有一定嘅鎮定啊，或者係台上唔會太過驚怯啊，或者係唔會太過內斂啊，而去作一啲嘅評審咯。咁點解揀咗 Ellie 係因為當時佢有自彈自唱啦，有自己作嘅歌啦。心死無悔跟你，唯獨你仍舊説別離。其實喺我簽佢之前，佢自己本身喺 YouTube 都有啲佢自己自彈嘅自唱嘅一啲片段。大家好，我係2011年嘅 Face U Star 10強 Ellie 鄭文欣。咁喺比賽之後呢，我就好彩俾而家嘅唱片公司老闆 Herman 簽咗。多謝 Face U Star， 我終於都可以實現到我自己嘅夢想啦！咁我就會喺下一年推出自己嘅第一隻個人專輯，就好享受喺台上面唱歌啦。希望可以再多啲機會表演，同大家見面。好多謝嘉欣就俾咗呢個機會，我可以喺佢演唱會上面表演。如果你哋都想實現自己嘅夢想嘅話呢，就快啲嚟參加 Face U Star 啦！你哋一定會得到好多意想不到嘅收穫㗎。